哈哈，今次等我介紹我個新寵 DeepSeek 秘書仔俾你識啦。佢識得答問題、寫公文，仲識得幫我作詩。大家好，上一集介紹咗簡單嘅 Siri AI 功能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？今次我會介紹一個 AI 聊天機械人俾大家認識，佢叫 DeepSeek， 中文叫深度探索。佢真係好出名㗎，佢嘅出現曾經令到美國引發科技股暴跌。詳細今次就唔多講啦。如果你有興趣就留言俾我，我可以拍一條片講俾大家知。今次主要係講解 DeepSeek 嘅功能，同埋點樣用佢嚟幫大家解決問題。咁 DeepSeek 係咩嚟呢？佢係一個免費 AI 助手，識答問題、傾偈、幫手揾資料，仲可以讀同分析文件，譬如係解答日常嘅健康同埋福利問題，幫手寫信，例如投訴信、感謝信，幫手揾資料，例如電視機唔同型號嘅比較，幫你翻譯、計數、提供建議等等。總之，你有咩問題，佢都可以幫你解決。佢唔使錢，又冇廣告，兼且簡單易用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睇示範。如果想得到有質素嘅回答，要記住以下原則俾指令。DeepSeek 聊天機械人對聊天機械人問問題叫做指令，英文叫做 prompt。每個 prompt 都需要有角色設定，話俾聊天機械人知具體任務同埋指定答案輸出嘅格式。舉個例，我哋想 DeepSeek 幫手計劃一個東京旅遊行程，要明確指定 DeepSeek 嘅角色，話俾佢知你係一位日本東京當地旅遊規劃師。而具體任務就係幫手為香港60家人士規劃東京4日3夜行程，要經濟實惠，唔辛苦，性價比高。最後輸出格式要指定回答結構，用流程表包括住宿、餐廳、景點、預算、地點，要包括 Google 地圖連結。跟住依個基本原則發指令，DeepSeek 就會清楚知道你嘅需求，亦都準確咁縮窄數據範圍，俾出更精準嘅結果。記住啊，指令越清楚，得出嘅回答就越有質素。我哋睇下 DeepSeek 經典機械人會俾出乜嘢結果。我哋將預先寫好嘅指令貼上 DeepSeek，然後傳送。DeepSeek 好快列出每日嘅行程，包括每日嘅主題、早午晚餐、景點、體驗、所需預算以及 Google 地圖連結一併列出。最後仲俾咗一個人均預算總嘅表作參考。如果你想得到更加高精度輸出嘅任務，咁你需要進階技巧，將指令加入結構化要求同埋限制精準排除。結構化要求包括分點數量、強制邏輯分析，例如5點須涵蓋樣本量、效果量、測試週期等；數據來源指定，例如2024年消委會報告，確保時效性；限制精準排除，例如明確排除程式碼，避免離題；字數限制500字，約等於3段具體建議。我做咗呢個模板，我跟住模板去寫指令，或者你可以留言俾我，我會俾連結下載。代面我會用呢個模板做5個例子，你哋可以參考，好好掌握。我會用其中一個例子講解 DeepSeek 其他功能，記得睇到最後啊。範例1：銀髮地產專家。角色：你係一位專注長者住房嘅地產經紀。
任務幫手比較香港各區長者友善住宅嘅租金水平，要求用香港角度分析重點電梯配套、醫療設施距離，引用差估署2024年數據 GIS 社署安老服務地圖，輸出簡明對照表，分區平均租金、步行至診所時間限制，冇提及移民相關置業需求。範例2，樂齡科技產品顧問角色，你係一位樂齡科技產品顧問，任務幫手解答長者常見問題，邊款智能設備最啱獨居老人用，最好易學又唔使成日充電，要求用香港長者角度分析，考慮操作簡單、耐用性、本地支援，引用消委會測試報告 GA1 社企長者科技指南，輸出清晰比較表，設備名稱、功能、價錢、易用度評分，限制唔好推薦需要複雜手機 App 控制或每月訂閱嘅產品。範例3，退休財務導師角色，你係一位退休財務規劃師，任務幫手分析香港60+1人士最常使用嘅3種投資工具，要求用香港稅制及福利制度背景分析，引用積金局年度調查 G11 銀行退休產品數據，輸出風險收益表，外幣存款每年金、高息股，限制唔好提及加密貨幣等高風險選項。範例4，樂齡家電顧問角色，你係一位樂齡家電顧問，任務幫手解答長者常見問題，想換部新電視，邊款最啱老人家用，最好字夠大，遙控簡單，要求從香港長者使用習慣分析，重點操作簡易，畫面清晰，售後服務，引用最新選擇月刊電視評測 GR1 香港主要電器商鋪報價，輸出比較表格，包含品牌型號、字體放大功能、遙控按鍵數量、保養年期，特別標注一鍵切換字幕大小，功能限制唔好推薦需要連接智能手機先能使用嘅型號，避免提及需要額外付費嘅串流服務。範例5，銀髮活動策劃專員角色，你係一位銀髮活動策劃專員，任務幫手解答長者常見問題。我同班老友記想揾啲懷舊活動玩，有冇啲輕鬆又唔使行咁多路嘅選擇？要求用香港長者角度分析，重點低體力需求、交通方便、集體回憶元素，引用民政事務處社區活動資料 GA1 香港口述歷史檔案，輸出簡明活動清單，包含活動類型、地點、所需體力評級、懷舊主題，限制唔好推薦需要長時間站立或者戶外暴曬嘅活動。今次用咗範例3要 DeepSeek 分拆3種60+人士常用嘅投資工具做示範。首先開咗 DeepSeek，再貼上預先寫好嘅指令，然後上傳。DeepSeek 根據指令好快俾出答案，數據主要係用咗2023年積金局同銀行嘅資料。大家要注意 ，DeepSeek 嘅預設模式係使用本地搜索模式，即係用模型本身訓練嘅知識數據，截至2024年7月嚟解答問題。如果你要查詢最新資訊，便要開啟聯網搜索功能，用聯網搜尋功能，再做一次同一個指令。今次積金局係用2025年數據，雖然聯網搜尋會俾到最新嘅資料，但係所需嘅時間會較長，而且好多時候出唔到答案，因為伺服器太忙。如果你想睇返之前問過嘅指令，可以按左上角兩橫掣打開之前所問過所有指令。例如我哋之前做過嘅東京旅行行程例子，選擇指令便可打開之前所出嘅結果。深度思考 R1 係用嚟解答複雜問題，例如處理數學證明、程式設計難題、學術研究等。佢亦都可以用嚟理解同分析長文，適合處理長篇技術文檔或論文，亦都擅長因果推理、假設分析等需要逐步思考嘅任務。
最後 DeepSeek 亦都可以上載文件或者照片，幫你認出文件或者照片裡面嘅文字作出翻譯。DeepSeek 係 AI、醫療、法律等建議僅供參考，重要決定請諮詢專業人士。遇到技術問題可以慢慢學，或者讓家人幫手一齊探索。大家可以慢慢嘗試，從簡單功能開始，逐漸發現更多有趣用法。如果有具體需求，可以隨時問我，我可以教你一步步操作哦。嫲嫲，你幾時變咗 ID 超人㗎？嘻嘻，學識咗 AI，連個孫仔都嚇到 O 嘴。